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11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这届第11次临时会11号伫新营召开，将陆续审议市府12案店户款案以及追加减预算等17案，店户金额总共4亿381万。
会中议员蔡耀辉因为不满市府无编列警消健康检查等伊所提案的费用，所以请蔡市长的假来敲说市长的行政权独大。台南市会11号伫民治艺术厅召开第4届第11次临时会，伫将近11点，议员出席过半，顺利开机，陆续讨论市府12案的垫付款案以及对加减预算，嘛确定12号会针对康宁大学台南校舍的使用规划进行专案报告。会中国民党籍议员蔡耀辉申请有4档logo的假，并首相蔡市长来考试市长的行政权独大，无采纳伊所建议编列警消健康检查等对加预算，而归去去做蔡市的市长。各单位好像都比较重视市长讲的话，其他单位在审查预算完毫无诚信可言啦哦。像我今仔讲的，我明明咧审预算到阮就过，伊今仔日追加预算要提出来，到尾也拢嘛无，那好，我们有骗的感觉，所以阮今仔要请今仔3个是安尼，各市长做袂对来做菜市场，哦，用一个是要讲咱行政权独大。应该审查预算，我拢无咧谈预算，加附加条件，附加条件，互你过了，你答应今年的临时会要追加点预算，我上个都要讲的，警察消防人员因很辛苦的工作，危险的工作，连一个基本的健康检查也便利不足，那临时会答应，现在又不做，那我们情何以堪？哦，我认为，所以我市长做袂对，我要做菜市场哦。下面这一党会，这市长这一人支持较好，一个干那国民党支持无好，各党各派来支持我做菜市场。临时会中，因为拄到民进党东区议员初选民调的公布，伫4位参选者当中抢2席，现任议员蔡小伟无意外摕下民调第1关，嘛互伊伫议会被恭喜喙笑目笑。第2席则是前议员陈金晶出线，另外顶届失利的前议员蔡宏全甲新人卓佩瑜拢无法度过关。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4位议员陈秋平、杜素莹、林美燕以及尤英智，伫担任民代期间无中断超过30天，得到内政部3等专业奖章的肯定。伫议会临时会当中，市长黄伟綽代表中央表扬，同时议会嘛颁发奉献的人物匾额甲礼金，来祝贺感谢因长期为民服务的精神。议会临时会中，虽然议员针对土石风的处理困境甲都市乱道问题，严厉要求市府检讨稽查，不过嘛有温馨的表扬，因为议员陈秋平、杜素莹、林美燕甲尤英智，因为担任民代服务期间年资拢无中断，累积超过30天，得到内政部颁发3等专业奖章。上午由市长黄伟綽代表颁奖，需要并递奖琉璃奖座，并议会嘛以奉献的匾额感谢因当年为民服务的热情甲成效。在场官员甲议员嘛以热烈的拍声表达敬意。非常恭喜这个杜素莹议员、陈秋平议员、林美燕议员跟游龙志议员哦，因为他们过去无论是在乡镇代表会，或者是到我们市议会来担任议员之后呢，他们这30年来延续性的为民服务，那在地方的口碑都是非常好。因为如果不是口碑服务好的话，也不可能连选得连任哦。那我想他们对于，所以我们这次台南市议会送给他们的匾额，我们上面是写奉献，因为事实上啊，他们是为在地方的服务都是有口皆碑。那在议会的部分呢，也常常担任起摊口的这个职务哈，所以是非常的恭喜他们。除了这4位议员超过30档公共服务的年资备受肯定，另外议员罗坤浩虽然年资有符合，不过却无伫这摆内政部颁奖行列，议会嘛重新提报。希望搁再为台南议会加添光彩。台南新闻军集张硕维采访报道。
亚洲重要的食品饮料展会之一的东京国际食品展顶中，结合全台各县市产出的台湾馆，是这届展览规模第2大的国际馆。其中，台南市长黄伟綽更亲自率团出席，向各界推荐台南丰富多元的农渔特产以及加工品。日本东京国际食品展是国际食品业者重要的交流平台。台南市政府多年来持续推广台南的新鲜水果、农渔特产甲加工食品。今年伫台湾馆台南专区，更推出上百项丰富的产品来参展，毋望借由东京食品展深化甲国际买主以及通路商的交流。市长黄伟綽嘛特别出席开幕式。今天是东京食品展的开幕啊。那开幕其实我们今年的台南馆，你可以看出比去年、比前年都大很多。那这是非常感谢外贸协会，也感谢我们参展厂商大家的努力。那今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里面的 AI 市长的头像哦。那将在整个展览期间全程陪伴所有的这个来看展的好朋友。如果对台南馆有兴趣，他可以跟AI 的市长互动，因为我接下来要回台湾呢，还有其他的公务所以没有办法在这边在食品展里面陪所有的人来介绍台南的特色，所以就交给 AI 来处理了。市府表示，今年台南专区总共有8间的业者来参展，有地瓜的加工品、水果干、沙白鱼以及新鲜甲冷冻水果等加工的食品。希望提升台南农特产伫日本市场的能见度，将台南优质的农产来发扬，嘛毋望今年的订单会用突破去年的4.2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2025台南购物节创下佳绩，台南市政府统计消费总金额超过73亿。经发局嘛盛大举办亚洲抽奖记者会，由市长黄伟綽甲现场贵宾共同抽出上大奖，价达8万的纯电车以及现金88万等多项好礼，奖项加起来超过300万。啦啦队女孩友友米塔的甜美歌声，替2025台南购物节压轴抽奖记者会炒热气氛。最大奖是谁？台南购物节 Toyota BZ4 猛定一台幸运得主，请启动。市长黄伟哲手伸入摸彩箱，与现场贵宾一起用彩球机抽出最大奖，市值100万元的纯电车以及现金88万元等多项好礼，总价值超过300万元。这次的台南购物节在整个期间，总共我们这个参与的金额消费的金额达到73亿。那破了这个记录，因为去年是63亿，今年到了73亿，而且呢，这个参与的这个序号已经突破1亿个购物节活动自去年10月开跑以来，截至今年3月，累计登录金额冲破73.7亿，创下历史新高。其中41亿元来自特约店家消费，实质带动合作伙伴业绩成长，消费热度从大型百货、量贩通路延伸至巷弄市场与夜市，且这回的序号超过1亿组。可见民众参与有多踊跃，主要是着重大家的庶民消费以及普遍参与。所以呢，我们在夜市、在市场婆婆妈妈买菜的时候，只要超过50块，就可以得到1组序号。你去买一次菜花了400块，你就可以得到8组序号。最重要就是你的参与，你的参与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台南购物节被称为全台 CP 值最高的购物节，关键就在于50元就能够抽100万大奖，大幅降低参与门槛，让每一笔消费变成对在地经济的支持，向全国展现台南深厚的经济实力与城市魅力。记者收怀台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遮。
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高雄现场市场边仔的肉圆水饺店传承到第2代，坚持手工制作，每日工透早要到6点就开始营业。4块的水饺，12块的大肉圆，成为居民拢爱食的早顿。白白胖胖的肉圆在蒸笼中紧紧相依，开在宪德市场周边的传统小吃，开业40多年来只卖肉圆与水饺。肉圆从外皮、肉馅到酱料都坚持自家手工制作，就连水饺也坚持每天新鲜现包，只为了让饕客能吃到新鲜的美味。其实当然是我们现在也是等于是在撑啦，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做餐饮业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不要说食材，可能连包材啊、水电啊什么都涨价啊。可是因为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吃得起这样子，就是跟客人也可以买得起啊。我们就是赚我们该赚的钱这样子啊。但是物价只要再上涨的话，我们当然也是没办法啦。对，清早6点多就开业的小店，从凌晨便要开始工作，才能将这份手工美食赶在客人到来前制作完毕。即便如此辛劳，店里依旧天天营业，让饕客们能够随时都来吃早餐、午餐。我们家的肉丸的话是属于南部传统蒸的肉丸，那我们的皮是属于比较软、比较 Q 的部分。那像我们其实最辛苦的是皮的部分，因为那个米浆我们等于是以前类似以前那种传统的制作方法，那我们家等于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泡米，然后磨成米浆，然后还要下去煮、下去滚这样子。那个皮的话，前后过程从有到好，就是整个要6个小时。对，那个皮其实是最费工的。对啊，肉的话，我们就是用市场的黑猪肉，每天都新鲜现做，就人家所谓的温体猪。但我黑猪肉的部分的话，是比白猪还要来的 Q， 肉质还要再鲜甜一点这样。传承2代的古早味，以铜板价格薄利多销，在物价齐齐高涨的时代，让多年来的饕客们依旧可以吃饱吃好，没有太大的负担。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新北在地企业捐赠100万，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专款用伫咧推动竞争相关基金，唔但彰显企业对社会公益的重视，更对警察维护治安的努力表达肯定甲支持。为了支持警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由知名在地企业特别捐赠新台币100万元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作为破案慰勉金。透过实际行动向第一线执勤员警表达肯定与支持，期盼借此提升基层士气，鼓舞警察持续守护市民安全。新北市警察局长方养宁亲自代表受赠，并回赠感谢状，感谢企业的慷慨解囊，不仅彰显企业对社会公益的重视，更对警察维护治安的努力表达肯定与支持。感谢蔡董事长的发信啊，那热心捐输了我们破案奖励慰勉金100万。那今年是选举年啊，除了黑金枪毒诈，我们过去的专案持续不断的配合警政署以及我们市政府的治安状况，以新北市的治安治理为基础来做各项的专案。那今年我们更加了查汇制暴的专案工作，所以在各市的专案里面，我们这100万绝对用来支持我们警察同仁辛苦的有绩效的同仁，他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他的付出，这个公家的经费资源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会利用这100万来做一个有效的运用，所以这是一个专款专用。那蔡董事长对于警察的支持可以说不遗余力。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这一个捐款的活动，也代表民间对我们警察的支持。而捐赠代表蔡章煌则指出，
警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后盾，希望透过提供破案奖励，支持警方在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让员警在执行任务时能更无后顾之忧，持续为地方治安付出心力。因为这些年呢，我大概捐赠警界相关的一个机关呢，大概捐款金额也逼近1000万了。那尤其是像这一次过年啊，春节哦，新北市哦，这个缴出这个重大的一个治安事件零发生哦，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哦，让这个全体新北市市民也都是与有荣焉呐。那当然啦，有金石的一个警政的一个力量哦，其实啊，让很多的一个老百姓啊，也都能够安居乐业哦。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哦，能够来新北市警察局这边捐出这个100万的一个破案奖金哦。那也希望就是说各个县市的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企业家啦，都能够多多的一个支持啊，或者是帮助当地的一个警务工作方面的一个推展。那我相信啊，一个祥和啊，这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社会啊，应该是所有老百姓内心啊真正的一个期望。新北市警察局表示，感谢企业这次的捐赠，这笔捐款将妥善运用于强化治安维护能量，并为免在执行勤务及破案过程中表现杰出、辛勤付出的员警。未来新北警方将持续与民间力量携手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让治安防护网更加完善。新北警察赞！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莲池潭风景区这几天由高雄市观光局投资大约1亿2千万，由北往南分阶段优化莲池潭水花景观甲佚佗休闲空间，打造更加安全、友善而且兼具生态特色的环境。高雄市观光局力推整修完成的莲池潭作为走春景点，年节期间吸引大批游客朝圣，历时多年，累计投入约1亿2750万元，分阶段整建环潭步道最后一处断点打通，过往人车争道的瓶颈路段完成改善。民众表示，整体景观变美了，行人与车辆分流动线更为顺畅。做好诶，安尼做好，嘿嘿嘿，啊个安全，嘿嘿嘿，嘿啊个清幽外清幽诶，好济啦，当然要开对前面嘛，当然安尼较好啊，要不係你有多班呢交通起來，就能來觀看，有啦。第一安全，啊又騎腳踏車啦、走路啦、快走啦、跑步啦，都非常的好。规划得非常好。观光局表示，工程重点在于改善启明堂前常年受龟池阻隔、人车争道的步道瓶颈与安全疑虑，让原有龟池填平改建为开放式广场，使人行与自行车动线顺畅衔接，方便民众不必绕行莲潭路与车流争道。这5年来，我们首先从北边，像孔庙的南侧的清水步道，还有一些人行空间，还有招商空间。其次，包括了民众需要使用的挺库、孔庙以及小龟山附近的公厕的通风、采光都予以改善。另外，我们接着针对指标还有步道，从龙虎塔到启明堂，而去年开始，我们针对启明堂阻碍整个环潭步道成为交通瓶颈的龟池，经过了庙方业主的同意之后，我们将乌龟池填平，同时改造成一个民众可以在上面徜徉游憩的一个开放式的广场，正式的打通了这个交通瓶颈。观光局补充，莲池潭周边汇聚多座庙宇，每逢年节人潮涌现。地标建筑龙虎塔整修1年后重新开放，强化夜间灯光设计，并增设多余导览墙，带动夜游氛围，让游客近距离欣赏龙虎塔与湖光水色、日夜景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
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什么很赚？我外甥凯凯最近一直劝我跟他一起买股票，20%。他可能跟别人买了投资报酬率高的理财产品，报酬率高，风险也会很高哦。我只是想领个钱给我的家人，你有需要问这么多吗？即使是家人推荐呐，也要考虑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购买理财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资前需了解商品预期风险损失，小心金融剥削。保定，准备好乱跳大的了吗？拿走！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费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规教育训练。提早70来换照，多多时代啪啪照。今天我载你。OK， 政策上路之后记得去换照哦。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支援，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1、2、3、4、5、6、7、8、2、2、3、4、5、6、7、8、3、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
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起来做啦！你这个唔是要做啥事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